何謂四色金？購買金器係籌備婚禮中十分重要嘅一環。四色金一般係由男方父母或者女方父母贈送俾新娘，用意係為咗令新娘喺婚禮當日一次過佩戴所有金器，隆重登場，大方接受所有到場親朋好友嘅祝福。傳統習俗會喺婚禮前進行過大禮儀式，喺儀式上，男方會將禮品送到女方屋企，當中包括一套四色金、金戒指、金手鐲、金頸鏈同埋金耳環等四款金飾。另外，仲有人會喺四色金嘅基礎上追加一套金手鏈，成為五色金，令屆時新娘可以更加體面。時至今日，為咗化繁為簡，亦有做法係跳過大禮儀式，直接喺婚禮敬茶儀式上面，由男方或女方父母贈送四色金俾新娘，並即時戴上，遠東珠寶。